咧，negative 係9.4%，至少跌咗10%。市場就係咧，有啲公司咧就被迫下調經濟艙個誇大聲表示啊，佢公司嚟自加拿大嘅預訂咧大量咁下跌，加拿大核試咗，因為佢客人咧分析話佢哋對於誇大西洋嘅措施擔憂，而家呢個航市嘅盈利能力將會急劇下降啊！咁航市嘅命運咧，同整體經濟狀況息息相關嘅消費者咧都擔心經濟狀況。